你现在尽快的看能不能把这个物品的原价给我们搞过来。我明天早上处理吧。你们那个地方呢，毕竟是商圈的中心嘛，然后人来人往这么多人，他是看到别人是那么偷的，所以他才效仿的，就证明你们那里被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我们1个月要整个店要丢几万。因为你们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安全隐患的，有个漏洞的，晓得吧？好呀。你们自己再去好好的去实验几次了，试一下了，那确实可以直接走出去的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啊。好的，这是你们进货单噻？对。哦吼，拿了这么多啊，搞得和进货一样，这怕是要超过2000块钱呢。一旦你们盗窃物品的价值超过了2000块钱，那么你们要面临的就是刑事责任，那就很有可能要坐牢要判刑的嘞。这是真实可靠的啦，真的，这是我们店长自己弄的。因为只差30块钱就找到刑事标准了，就猜是吧？他这种的话，他的档案上会有记录吗？他这个还没达到犯罪，他只是违法。对。当我们拿到这批商品的进货单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们和商家都松了一口气。